我其实不会修仙。你怎么混进来的？拿到关键户！我修仙都是靠的系统开挂。随便弄弄，随便看看，随便练练。你这系统是随便写的吧？要你哭，怎么啦？变仙女！天哪！啊！系统，你玩我！怎么啦？多请宿主升至1段，升至2段，升至3段、4段、5段、6段、7、8、9、10。等一下，他太快了！上升了！拿到关键户的总成数额又上升了！1万花红是俺的了。我想低调，山林，真想低调，你是俺的，必须低调。你山林啊，你山林，山林，山林，你全家都是安林。你就是安林，陪我打游戏吧。我安林最喜欢打游戏了。不是我不想低调，实在是我实力太强了。安林，你怎么样？我好像又要升级了。大一班，安林，请赐教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就是随便打打。我是安林，我修的可能是个假仙吧。